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呢個頻道。今日有個同新界村屋業主相關嘅新聞。根據香港01同東方日報報道，政府計劃修訂建築物條例，將小型僭建如可收合遮棚列入豁免工程，並年尾重啟僭建申報計劃。最新消息係，政府委託專業顧問公司喺新界村屋檢查僭建。想知點樣捉緊機會？一齊睇落去。政府話，2011年6月28號前嘅小型僭建，例如天台圍封，申報後唔會即刻清拆，只需每5年檢查安全。但上一次申報期已喺2012年12月31號完結，2012年後加建嘅僭建無豁免資格。現實係僭建仍然新增，政府發出幾萬個清拆令，但執行不力。我哋估計政府會集中資源處理嚴重違規僭建，例如樓高4層以上村屋，透過大規模執法行動推行，而對唔係即時危險嘅小型僭建可能予以豁免。所以村屋業主而家係黃金機會檢查同修葺你嘅天台圍封同花園組合屋，確保符合安全標準。未來會記錄現有僭建。年尾電子申報系統將推出，但2011年6月28號後新建僭建會優先清拆。我哋推測2025年12月31號前嘅僭建或獲寬容，之後新加建可能無資格。點解天台圍封咁受歡迎？佢增加實用空間，阻隔風雨，提升物業價值，合法申報更可避免清拆。屋宇署話，僭建要符合安全標準。村屋業主而家係最佳時機揾專業團隊檢查同修葺天台圍封同花園組合屋，喺2025年12月31號前完成，爭取豁免。專業承辦商會一條龍搞掂。想知詳情？上屋宇署網站 leftbracketbd.gov.hk 查閱指引同申報表格。唔配合檢查或安全不合格，屋宇署會發清拆令。所以千祈唔好拖延，即刻行動，喺2025年12月31號前檢查同修葺，確保你嘅天台圍封同花園組合屋得到豁免。如果覺得有用，like 同 subscribe，開小鈴，唔好錯過更多資訊。下條片見。